大家好，又係我豪宅大師同你一齊睇香港唔同嘅樓盤。如果你問我啟德跑道區邊個單位最值得介紹，我一定會帶你嚟雲景 Panel Harbour。呢度唔單止係一線臨海，更加係坐擁270度銀幕式維港煙花海景嘅頂級豪宅。香港最頂級嘅豪宅究竟係點樣？雲景會係我嘅標準答案。由你喺 B1 地庫落車嚟到停車場位置開始，已經有一個私人電梯大堂，直達大門。不得不提，電梯可以由 B1 層到天台，私隱度極高，配合雙線大門設計，盡顯奢華氣派。行入客飯廳，你已經會被呢一個270度銀幕式嘅維港煙花景觀徹底征服。呢度係啟德跑道區最前排嘅一線臨海地段，景觀毫無遮擋。客飯廳設計極致開闊，間咗3個功能區出嚟之後，無論係舉辦私人派對定係家庭聚餐，都盡顯主人氣派。而且單位採用咗雙層隔熱玻璃，阻隔噪音與熱力，等你可以時刻安靜享受呢一片璀璨嘅海景。廚房係按 Wine and Dine 美酒佳肴主題打造，唔單止採用頂級德國櫥櫃，配上 Miele、Sub-Zero 同 Roof 等電器界嘅天花板品牌。呢種生活先至係生活。想每日都喺總統套房起身，呢個單位你就唔可以錯過啦。咁大個單位做到3邊落床已經係基本要求。衣帽間直接連接主人房，兩邊入牆衣櫃，仲有化妝台，同樣係標準配備。特別之處係佢連接住浴室同洗手間，成個配置以豪宅嚟講都算係頂配。再嚟睇下睡房。4355尺嘅單位設有4房4套，而當中3個更加可以做到廳房同向。每日望住咁靚嘅煙花海景起身，自然每日都活力充沛，精神爽利。除咗單位本身，雲景嘅地利同樣係無可比擬。落樓就係11公里長嘅海濱長廊，未來仲會有接近24萬尺嘅臨海購物大道，生活舒適度極高。呢度仲係傳統嘅34校網。九龍城區嘅中小學名校林立。下次仲想我同你去睇咩單位？留言區話俾我聽，即刻關注我嘅賬號豪宅大師，下次再同你一齊去睇下香港唔同嘅單位。